伫一般人来看，中正路就是单纯的路名，但是伫白色恐怖受难者眼中，却是维权象征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境内以中正等维权号名的道路有38条，已经是全国上多。所以嘛，互上马县纪念馆执行长尚玉峰发起移除中正路行动联名，对2月1号开始正式伫网络连署甲游说。其中前建国党主席郑邦定、台湾文学大佬张良铁等人拢成为共同发起。发言人蒋亚贤表示，该行动无分哪里，就是要政府落实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及国家语言发展法依法行政。这无牵涉到意识形态，这是维权甲民主的选择。民进党竟然拢无作为吼，而且是专门执政。当然，阮徛所在是台南吼，所以阮除了讲要求全台的行政机关针对这件代志回应了后，接来阮的行动会从台南市开始吼。就是讲，咱希望讲做一个民主性地，而且台湾是台南的起源点吼。咱的台语是从台南开始的，咱的路标即马已经有法啦。你讲华语，这实在是无道理吼。台语是足国际化的吼，所以阮希望这个运动会当唤起所有的人做伙来参与。发言人进一步表示，每一档到2礼拜就纪念并无反省，只有口号，却无行政单位愿意依法行政。虽然发文总统府到各县市乡镇以后，强调2礼拜进前政府若无善意的回应，会持续透过监察院、民意机关等扩大施加压力。那回应一定有各式不一样的回应，这样子哈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大家不要把它拉到所谓的政党意识形态对决，这是民主跟威权的选择哈。那依法有据的事情，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去做。所以他们如果不依法行政的话，那行政程序上我们就会去监察院是告诉这件事情，因为他没有依法行政啊，好，监察院就要处理这件事情了哈。我们当然尊重了。那一方面是有朋友有一些像商小姐她在推动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让在地的声音一起来寻求一个共识。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好几十年了哈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，让这个事情能够比较圆满会比较好。行动联盟强调，该诉求一定会持续，一直到维权统治的象征在台湾民主社会消失为止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